今仔日咱要看到圣经内底一本无算真长的册，叫做《以斯帖记》。咱要看这个《以斯帖记》的故事，第二个部分，咱要做伙来思考以斯帖这个王后伊反败做成，伊的值得咱学习的秘诀伫倒位？以斯帖记的一开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已经互伊的对敌来拍败，互亚述帝国来拍败。因也甚至也已经经过巴比伦的王朝，进入波斯的王朝。迄个时阵已经是亚哈随鲁王的时代。伫亚哈随鲁王即个外族的王，外族压制统治的王，伊登基治理的第3冬。即个王要出兵攻打希腊的进前，伊办一个真大国家性的宴席，来招待遮个各位的遮个官员，讲半年之久甚至最后佫邀请即个王城苏三城，即个王城内底京城的民众，以及将来的拢招待。最后一天，王就邀请王后来到大家的面前，伫迄个所在，希望王后穿了真水真真阳光出来，会当咧激励士气，因为伊要出去征战嘛出来大家讲哇，王后遮尔水，王后遮尔好，咱即边的征战一定会得胜。但是想要到，王后竟然无爱呢。王后竟然无爱，王要出去征战伫即个关键的时刻，伫即个要甲全国的士气提升到最高点的时候，王的太太无要配合，你想这对王会有啥物款的影响？面子挂袂掉，一个查甫人做王互太太安尼无法度配合，真艰苦。即个大臣，王甲伊边仔7个大臣讨论了后，就将即个王后废掉。然后甚至佫发文，爱国内的妇女着爱尊敬因的丈夫，以免全国的丈夫受到藐视。我咧读的时阵，我就咧想讲，即个王后为虾米会安尼做呢？当然有可能是一种无想要去做遮个应酬的代志无想要。但是伫即个伊个人，伊无看到即个国家的全局的下面，伊做的即个判断，可能是对伊的民主的一种坚持。但是即个民主的坚持，所带来一个真歹的效果。所以真正有时阵咱咧思考民主有时阵真正害死啦。咱有时阵是啊，搁较宽的角度去看，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上帝国的缘故，有时阵咱会当将咱的民主放伫一边，为着要完成上帝的使命，王就安尼出征去。毋知是毋是王后无出来，即个气势无够好，真正无赢呢，真正无赢转来，不准。即个大臣搁伫遐建议，若无这王后废掉无咱即摆搁对各省的遮个水姑娘内底，搁来选新的即个王后，然后就真正安尼做。我理解，伊是一个犹太人，伊收养伊一个真少年的小妹以斯帖，行做伊的查某囝堂妹，做伊的查某囝。以斯帖是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伊也受选入去宫内。伫宫内伫迄个所在，接受训练，伫迄个所在准备要见王。伫这宫内受训练的时阵，是受到宫中真好的招待。但是我理解甲以斯帖提起一项代志。咱拢是犹太人，咱犹太人伫即个波斯帝国内底，
咱是受统治的，所以咱的地位无好，所以你着爱安静，莫甲人讲你是犹太人，所以来秉承你的言语。所以以斯帖伫中内，伊真正都去讲遮个话，所以无人知影伊是犹太人。第一项，第二项，王有互遮个宫女真多，遮个香料啊，也是查某囡仔真多，但是伊除了王所互伊的以外，拢无搁要求别项。这比较一个情形，就是所有宫内斗相共的人哦，拢真介意以斯帖。要求无济啊，要求无济，比人疼。甲边仔人提醒，甲边仔人互相鼓励，讲要求莫伤多，比人疼。甲讲一来。这嘛是圣经内底互咱看见哦，真正以斯帖无为家己求东求西，伊无去争取多侪物件。但是颠倒安尼，大家真认同伊，大家真疼惜伊。亚哈随鲁王第7当，以斯帖伫你中内真正着受选做王后，正式成做王后。伫即个王朝内底，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大臣真受看重，伊叫哈曼。哈曼即个大臣是真受看重。哈曼伊的族群是亚玛力人。咱若对圣经有小可了解的时阵，咱就会注意着讲亚玛力人是犹太人真大的对敌，一直拢咧征战，常常咧征战，而且会当讲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内底会当讲是一个真主要的一个对敌的一族。所以这哈曼受高举，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威胁。哈曼互王来命令，所有的大臣看到伊，看到哈曼，拢就爱跪。咱会当用咱中文来讲，叫做一人之下怎么样？万人之上。伊有即款的地位，但是有一个人就是无爱跪，即个人叫做末底改。为什么末底改无爱跪呢？因为伊真清楚伊的一个族群的认知，伊知影伊是犹太人，伊知影这哈曼是亚玛力人。犹太人，我要甲亚玛力人跪，我甘愿死。这是一种民族的意志，也是一种信仰的意志。我是上帝的选民，我哪会当跪伫这个上帝选民的对敌的面前呢？所以伊决定无爱做这项代志，所以哈曼特别讨厌末底改。然后伊嘛知影末底改是犹太人，所以伊就要求，伊就对王讲：伫咱的国家内底，大家拢真顺服，大家拢真好势，但是有一种民族，遮伫遮的百姓的中间，因甲别人拢无共款，因嘛无要守王的律例啊。举例来讲，王啊，你叫大家拢来甲我跪，就是即族的无爱跪，所以即族是真正，即族对王你是无利益的，啊无干脆王你若愿意，啊无就下旨将因来摕掉，我就捐钱互国库，入王的库。所以咱看见伊用财产来买通王啊。这王哪互钱买通咱嘛想无，可能真正经济无啥好，经济拢会输嘛吼。经济可能无讲介好势，王才受即个提议，就发即个命令，真正伫11个月了后，就是12月13日，所有的犹太人就要造灭，甚至要将因的财物来没收。所以咱看见即个故事发展到即个所在。所有的犹太人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灭族的危险。末底改听到这个消息，伊就伫迄个所在披麻，然后亚会夫坐伫王宫的门口，伫迄个所在披口，伫迄个所在。所以咱今日经文看到，王后听到这个消息，讲为什么我的阿兄，其实嘛会当讲是伊的养父、养父，伫迄个所在咧哀哭，
然后活底介绍找人将这个计谋讲互医术贴听，而且要求医术贴爱入宫去见王，去看会当伫这挽回这项的代志。活底介写批甲医术贴讲，你毋通当做你伫宫内就会当闪过即边的灾害。你即个时阵啊，静静无讲话。犹太人的确要对别位得到讨伐，得到拯救，但是你甲你老爸的家要拄着灭亡。所以咱看见活底介其实伊是有一个特别的信心。虽讲伊面对着即个危险，但是伊上我甲你讲，你爱出面，但是你若无出面，上帝有愿会拯救我。但是你要拄着灭亡。活底介伫安尼来警告以色列。提醒伊一句真有力的话，敢毋知你得到王后的位，检彩就是为着即个时机。咱若得到一个身份，常常伫即个身份内底，上帝爱咱做真特别的事。咱来看重咱所得到上帝予咱的机会。咱甲边仔人讲者，看中咱手头的机会，甲讲者来。看中你手头的机会，因为你的机会毋是逐工有哦，你的机会嘛毋是逐个人拢有，真有可能你会当影响到的人，是别人袂当影响到；真有可能你会当做的事，是甲别人袂当做的事。意思贴醒起来，意思贴了解着讲对，确实我真做王后。我确实徛在即个位置，真正是对规个民族来讲是一个真关键性的位置。我应该爱做，但是永远你去思考，永远转来看，王已经真久的时间无叫我入宫啊。意思就是最近我甲王嘛较疏远啊，我敢有法度做即项的代志？我若家己去见王，王若无稳准，伊会当直接将我处死。所以伊甲我理解讲，请你甲所有城内所有的犹太人，请因为我禁食3年3日，然后我就要来见王。我若是到宫殿内底，我若得到上帝的帮赞，我就来成功。若是我无得到上帝的帮赞，死就死啦。伊事贴无顾着家己，伊决定，伊嘛无去冲动，伊知影这是一个危险的代志，这需要有上帝的帮赞。伊邀请大家为伊敬正祈祷，伊为啥邀请大家为着伊敬正祈祷？所以咱甲边仔人讲者，讲敬正祈祷是大有气力的。咱做伙讲一来，敬正祈祷是大有气力。经过3天的敬正祈祷了后，即大家为伊敬正祈祷，王后就穿正式的礼服进入王宫，徛伫王的宝座的头前。王就伊伸出手刃的管，王甲王后讲：王后意思听啊，你爱啥物？你要求啥物？就是王国的一半，我嘛要束缚互伊。即个时阵，咱若常常应该即个时阵就爱讲啊，应该即个时阵就爱讲王啊，伊敢知影即个代志，但是伊拄则竟然毋讲。即个头前的忍耐，造成后壁搁较大的胜利。常常咱有阵沉不住气，一棍头就要讲出来，但是伊拄则无安尼做，伊安尼转过来，伊继续讲：王啊，你若是欢喜的话，请你带下曼，带即个大神下曼来到我今仔日所摆的宴席。伫即个所在，咱小可比较，伊事贴甲进前的王后会做代志无共款的所在。伊事贴，伊会穿水水徛伫迄个所在，讨王的欢喜。然后伊甚至会摆设宴席，请王上
上大心的大神下万，邀请伊做伙来坐学，遮个拢是互王真有面子的做法。但是前个王爷常常倒扁的，无爱出来，然后互王无下台阶。所以咱看这个艺术帖，确实真有迄个智慧伫咧。艺术帖真有耐心，讲我是有期待的，我是有期待。而且伊当王第一天来赴宴的时阵，王共款去问讲：你有啥物要所求的？你甲我讲，我拢愿意互你。艺术帖第二遍，伊搁讲共款的话，若是王愿意，明仔载就带哈班来赴我的宴席。明仔载我才要讲。咱会知影讲，他在制造期待，对不对？咱若用事后的角度来看，艺术帖，伊将王的好奇心印出来。伊这王的思考讲奇怪，我的王后伊到底要啥物啊？我要安怎做，甲得着王后的欢喜啊？王伫迄个所在真欢喜，因为王后已经一直互伊面子，一直互伊真欢喜的心，而且含哈曼心内嘛真欢喜，因为哈曼讲，你看王甲王后招待我甲因做伙食饭，我实在是王的面前大得着疼，哈曼真欢喜，哈曼真欢喜食了一顿饭，然后转去路中，佮拄着伊上讨厌，我理解，大家拢跪，敢若伊毋跪，我拄则互王甲王后请转来呢。请到抓袂牢，你嘛毋是毋跪。本来心情真好，看者规巴肚火，当伊到厝伫迄个所在，心内郁出边仔人甲讲：你吼，你着订一个茶架啊，明仔载着求王，将即个月底解挂伫顶面啊。这人咧讲这是旧约的事件啊。一个茶的顶个挂伫顶面，然后你就当欢喜去参加王的宴席，然后哈万真欢喜，随时叫人订一个茶架伫迄个所在。明仔载去甲王后食饭，去甲王食饭的时阵讲，请这月底解，这歹人甲订好死，挂伫迄个所在，哇，拢计划好势啊，真欢喜。然后伫迄个所在倒咧，一定足好困的。今仔日的物质拢总互偷放，哈万真好困，但是有一个人一直拢困袂去，这人是王，王拢总困袂去。咱拄则听起来，敢若是艺术帖真有智慧，人真会当真有智慧，人会当规划，人会当设计，但是这项代志，互人困袂去的，毋是艺术帖，是上帝。是上帝，互即个王，伊点来点去，困袂去。王困袂去，就吩咐边仔的人，伊将进前的历史摕来读互我听。哦，所以读历史可能拢较好困的款吼。读历史好听，但是王读无困去哦。所以每一个骹步你会注意到，每一个部分其实拢有上帝特别的安排。王听，王啥物所在毋读？历史遮长对一个所在毋读，拄啊好就读着月底解的代志。王边仔人就甲读着一个所在讲，有一天王的太监的中间有两个人想要来害你，结果是月底解将这项代志甲太后讲，所以这两个歹人才受掠去。王听着即个故事，就问讲：哦，是月底解，我拢袂记只有即项代志。啊，后来我有安怎想，我有安怎想月底解啊无？应答：无，你并无这样想。这嘛是真奇怪，哪会袂记即种想呢？原来这拢是上帝伫迄个所在，是头前真久的所在，一步一步安排落来的所在。第二天早起。哈万就来到王宫，伊伫所在要来讲一句话，伊要求
要将末底改的名来除掉。伊来到王中还未开厝的进前，王就补一句话，王就讲：我问你，王所欢喜要甲尊荣的人，应该着安怎对待伊？你想哈班会安怎想？昨我甲王后请啥物人？请我甲因食饭。今仔日早起，王问我，王所欢喜的人要安怎来尊荣伊？想嘛知影，王讲的人绝对就是我。王要想我，即声我着爱将即个阳光的代志讲互搁较大。即个所在哈班的反应嘛，甲艺术协无共款，艺术协袂为着家己求，哈班伫迄个所在拢为着家己求。伊就讲王啊，你要尊荣一个人，伊就将迄个上水的衫互伊穿，你着爱互伊骑着迄个王的马，而且含马着抵无啊，都戴头冠，互一个大臣伫头前来开路，行遍城内各所在，伫迄个所在宣告讲，即个就是王所欢喜的人，王所欢喜的人就要安尼来对待伊。王听了讲，真好，真好，真好。哈万你随时就吩咐人，将即个水的衫甲你所讲的遮个对待，拢总收互别你解。上帝有奇妙无？使用末底改的对立哈曼来尊荣末底改。各位兄弟，有时阵上帝伫咱的生命，咱伫咱的生命中间会拄着咱的对立，会对着遮个不断咧欺压咱，不断咧否定咱。不断伫迄个所在来摆脱咱、打压我们即款的人，但是你敢会当想象，有一天上帝要安怎呵护你呢？竟然是用伊啊！竟然是用你迄个你上互你食上济苦的人，竟然用即个互你食上济苦的人，成做你的阳光。上帝啊，过去的我，互即个人安尼歹款待，结果其他的人对你的亲像，伊对待你的方式看出你的性命，因为伊安尼对待你，颠倒尊重你，哈曼就变做是上帝的工，互原理解得到呵护。第二天的下暗，哈曼真正来赴即个宴席。来赴即个宴席的时阵，王就问以斯帖讲：王爷啊，你到底要啥物啊？我已经问你2遍，你拢毋讲，你到底要我赏赐你啥物啊？王爷讲出来：王，我若伫你的面前，互你欢喜，请你将我的性命赏赐互我。我所求的，请你将我的本族赏赐互我。因为我甲我的本族已经受骂去，为着要拯除、要灭绝阮若互人受骂、做奴才、做俘虏，我若无讲，这就是王的损失，这个敌人是袂当补足的。王就真戆影嘛，真受气。啥物人敢欺负你啊？你是我所听的王后，啥物人敢欺负你？迄个时阵，以斯帖就讲。我所讲的就是伊，就是哈曼。所有的累积所有的败劣，所有的等待，就为着即句话，就是伊，就是哈曼。哈曼虽是变的，因为伊到即个时刻，才会当理解。讲啊，系啊，以斯帖是犹太人。啊，系啊，伊咧讲的这一切，伊这败劣的一切，原来是对着我。王一受气，
转一个就越头走。哈曼伫迄个所在讲，艺术条往遐，你下面我要安怎？你下面我，伊伫迄个所在跪伫往遐，扭往遐的骹伫迄个所在甲求啦。然后王去花园洗一个行转来，看到有一个查甫人抓着因某的骹啦。看到有一个查甫人抓因某的骹，讲好大啊！这是王宫，竟然有人敢呢乌白帮阮太太。伊讲即句话的时阵，王庙边仔的大臣随时就将拍板砍布地，随时就甲扛起来，就拖去边仔。随人王就吩咐将拍板伫边仔的太监。迄个时阵，佮补一句话，讲王啊，我报告你一项代志。所以咧，旁边仔拢遮个人足厉害。王，我报告你一项代志，即个歹人较慢哦，我相信真正拢甲规个啦。所以讲吼，咱嘛毋通掠做别人拢对咱做好咧，伊就是拢永远袂完啦。咱上好对人较好。太监讲，即个歹人较慢。王啊，伊伫因厝内吼，伊起一个。12架啊，插架啊，准备要将王你的温情人活伫甲钉死伫顶面，你敢知影？哦，王搁甲规巴肚火，这人真正是太超过了，所以王就吩咐将哈曼吊死伫伊为着伊的元首人所置办的插架啊的顶面。王搁将哈曼的家产。赏赐互艺术贴，互月底界来管理遮个。咱看起来，已经遮个代志拢已经得到平反，即个上大的对立已经受消灭。但是艺术贴知影代志还未结束，伊阁会记即一项代志，就是上关键的王的命令还未解决，所以月底界有关。跪伫，搁一遍跪伫王的面前，伫迄个所在流目屎，你是王，你会感觉足奇怪无？太太啊，我将你的对折抬掉，为什么你搁继续流目屎？艺术贴就甲王讲：王啊，你迄个命令，犹原铁走马的命令，你还未甲取消掉，我犹原会受着走马啦。王就下一个新的命令，允准。王并无推翻伊的命令，但是伊允准遮个犹太人伫12月13日，因会当组织做一伙，会当举武器来对抗遐个要伤害因的遮个对敌，甚至会当摕遮个对敌的财物。王的命令到达省的人就伫迄个所在欢喜，伫迄个所在组织，甚至真侪遮个对敌，因为惊犹太人。甚至因就入了犹太人，因就改换因的职，成做犹太人。后来月底界也成做波斯帝国的宰相。月底界为虾米会当反败做成？咱会当看见有几项的秘诀。第一项，咱看到月底界这艺术贴，伊谨慎伊所讲的话，请咱做伙讲起来，谨慎伊所讲的话。话是真值得爱注意的，特别咱常常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出无应该讲的话。咱来用2倍、3倍、4倍、5倍，无数倍精神去挽回，拢无法度挽回。艺术贴知影，伊毋通互人知伊是犹太人，伊就守口如瓶。第二项，伊无去要求假的物件。伊无去要求遮个其他的物件，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身躯边的人拢欢喜伊爱伊。艺术贴，阁有一项真值得咱学习的，就是伊真谨慎，伊真谨慎来评估。当伊听到即个无好的消息，当月底界来吩咐伊要求伊的时阵，伊无冲动。伊也伫迄个所在思考讲，即项代志敢会成功？伊思考着，我已经1个月无到王的面前，
所以思考了后，就做真要紧的决定，就是恁爱帮我祈祷，然后我来勇敢来进行。以斯帖伊也认知伊家己的命定，伊知影伊的角色，伊知影伊的角色，上帝放伫即个角色内面，咱所爱做的啥物伊清楚，伊勇敢来进行。而且以斯帖伊是找求上帝帮助的人，请做做伙讲一个找求上帝的帮助，咱做伙讲一个来。以斯帖并无冲动，伊乃是谨慎来找求上帝的帮助，因为伊知影这个事毋是因做会到。咱看即个故事内底真侪部分，也毋是以斯帖做会到。以斯帖无法度互王困袂去。以斯帖也无法度互王身躯边的人拄好读着月底改即篇文章。以斯帖也无法度互哈曼去顶迄个十字架。以斯帖拢无法度，但是上帝竟然就安尼为伊成就这个事。以斯帖也是一个勇敢的人。虽讲伊所面对的是灭族的危险，虽讲伊面对的甚至是伊家己嘛有可能无命的危险，但是伊勇敢承担。以斯帖也是冷静甲智慧的人。王见伊知影，即马阁毋是讲的时阵，我爱等待，我爱等待，我毋通随时就讲出来，我爱等待，等待到迄个关键的时刻出现的时阵，我是毋是会使伫即个关键的时刻讲出关键的话？各位兄弟姊妹，传福音也是有关键的时刻。咱是毋是伫迄个关键的时刻出现的进前，会当好好来准备？后礼拜，咱有传福音的训练。人生有真多的关键的时刻，而且个关键的时刻是人真需要福音的时刻。但是咱若无当备，咱就无法度真正来帮助伊。伊害咱拢会当花时间伫后礼拜做伙来受装备，来受训练。以斯帖当机会出来的时阵，伊报放伊过，伊讲出真清楚的要求，真感性，又愿真理性来争取这个。最后，以斯帖做代志非常的彻底。虽然哈曼已经死，但是伊又愿要求将这个王的命令，有一个新的命令来成就完全代志完全的顶盘。主要互主碰着咱，要互咱有清楚的认定。只要咱愿意倚靠主，找求主的心意，把握伊的恩典，咱也会当亲像以斯帖同款，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成做一个会晓去控制家己的喙的人，互咱会当得人的欢喜，互咱会当成做一个会当等待的人，会当把握的人，会当讲话清楚，做代志会当彻底的人。这个帮助咱，互咱会当逆转胜，互咱会当反败为胜。咱需要亲像以斯帖同款，倚靠主，过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咱来祈祷。慈悲的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你所赏赐互阮的即个历史的故事，阮向你来献上感谢，互阮看见月底改甲以斯帖，因伫极其大的危险的中间来征战，来倚靠你，也看见你的手。是遐尼大通可畏，你的手所做的工，是一切的对敌无法度来阻挡的。主愿求你伫阮的人生中间来顺手，主愿求你将迄个天顶的智慧赏赐互阮，互阮会晓得靠着你来得胜。主愿将荣光归于你，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